观察一下陆海10公里一个，过路口的时候要提前观察。依家係9點17分。你们看路牌嘛，有路牌，你不要看。依家係9點20分，我哋嘅車友到咗啦。有路牌，你们看一下，别光顾着汽车不看路牌。嘿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走那么快。原來係狂牛嚟嘅。依家係9點22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那么快。不要那么快，前面就是渡口了，你那么快干什么？前面就是渡口了，你们不要骑那么快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到了，到了。衣服都湿透了。啊，你看前面3个就到了。慢一点。哎呀，不用了，那边有红牛放，拿红牛过去。那边有红牛放，红牛不用那么不要那么快，前面就是渡口了，慢一点。你们不要争气，这个我们不赞成你们这样做，你们只是享受这个骑行过程就可以了，干嘛要争那么个地？都可以。那我们就后面再用呗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别下去码头。慢一点。我戴着眼镜黑的。慢一点点。慢点，慢点，减速带，减速带，慢一点，慢点，减速带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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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哎，停下来，双交，双交。依家係9點30分。不要那么快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前面就是渡口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在渡口等一下。他们在那里没船，也是要。嗰啲係兩張嘅，邊度你？買埋你面啊！係兩張點？換嗰度買好晒電飯煲嗰度，6條錢，1個錢。哎，借下。借個錢交嘅，要錢你交啊，交啊，这个你看你这个好。行嘅糧㗎嘛，係嘛，行嘅人工。我放個頂㗎，呢個放個頂㗎啦，放個頂㗎嘛。係咁行啊？哦，三集半啊。我咪開胡椒㗎嘛。我都驚我見唔到，我隻眼近視眼。你係點整？你係點整？你連點整？賴你㗎嘛？
现在过得还算顺利，大船小船都开动。見到我哋個隊友啦，9點35分。啊，一个小船40人，大船200人，就陆续来回这样，基本上没有问题。这边都有车准备，有那个装弹。过去看看。菜刚过去。而家係9點39分，冇船啊！冇船啦，冇船啦。水樽。嚇？佢哋兩個唔等啊！點解唔等啊？佢哋兩個想搭車定搭船啊？想搭？Pink Lady 嚟啊！而家係早上10點13分。嗰個畫面人啊，畫咗隻嚟嗰個啊！哇！咁忙啊你嚇？佢哋走咗啦啫。佢潛嘅？你好快喎！我冇見到佢哋喎。你好快嘛？喺前面啦。你一個喺前面，佢哋拉到。過了幾個洞了？现在渡口已经满人了，现在先不放了。不要把它放到里面去啊！在里面等干嘛呢？靠边，干嘛？这里靠边等一下几百人。就这么上车，能上车尽量上车走啊！又嚟一個，嗰邊有車。係。小心，小心！这个喇叭呢？點上過咗我哋？哎，那辆黑色小轿车是你们的吗，帅哥？上嗰邊之後，佢搞翻邊度嚟？在这里停下来，在这里停下来。这个渡口人有马吗？不能有用啊！然后在这里停，靠边，靠边停，靠边停。全部停下来，全部停下来，靠边靠边，停下来。现在渡口已经马上过去了。來啦！快走，快走！靠边，现在靠边。上船先。停下來。要等10個人喎。而家係早上10點30分，而家佢哋啲人喺度等過渡。知唔知有冇洗手間嘅呢度？你知唔知？我
後邊啊？冇，佢唔知係落到渡頭先有啊，好似渡頭附近嗰度先有啊。他們得一個都沒到吧？啊，都没到，有一个沈我們波到了2個嘛，沈波跟你是吧？很远。第一隊都還沒過啊。師傅，我一路唔見佢啊。OK， 好。佢點講啊？收講。而家開始過到。直接过去，第一个路口下的是小问车，你看到问车下。这里出口啊，唔係嗰度嘅，到前面玩嘅。不是我們去玩的，不是這個道的。哦。咁啊！哎呦，嗰啲乜嘢嗰啲嗰隻乜啊，單機都好好嘅，而家即係都冇接得嚟，嗰啲就嚟啊！過嚟得啱嘅。行快啲上車，好，綠色嗰架。好，唔該，有綠色嗰架嚟㗎，我們車上綠色嗰架。100公里的時候。哎，我也塞一下，塞得挺厲害。在那边边啊，边边啊，到齐了。哎，我这里5个嘛，好像是吧？哎，对的，到齐了。我们这不是这几个嘛，是吧？拉。啊好。幾度本身走勢啊嘛。